推出安南区就这样玩的旅游攻略活动，是希望说让安南区的美食跟美景能够让大家所知道。那特别是要来安南区观光的所有的观光客、消费者，能够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安南区要到哪里吃、到哪里玩哈。那我们这次推出了4条路线，可以说包括了整个安南区的全部啊哈，包含东边到西边，从我们的市区到海边都有哈。那我们知道安南区有很多海鲜的食材，那也有所谓米其林的手艺所以呢欢迎大家能够到安南区。台南是众神之都，但是安南区也有非常多的庙，而且历史都非常的悠久。然后再加上说这里的生态，然后还有我们的科技、绿能等等，其实都在同一个区块里面，就是可以说是和平共存。这个我觉得是蛮难得一见的。像市草绿色隧道，也就是国内外很多游客来到安南区一定会去的地点。然后再加上像最近即将也要迎来的这个鹿耳门圣母庙的这个就是烟火那也都是每年都吸引非常多的游客啦然后再加上它周边有非常多几十年起跳的这一些就是传统老店，就是小吃所以整个安南区来说，我觉得它就真的就是一个台南的缩影可能就是国安街上的头土一街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安南区是台南的第2大行政区，这近几年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速。那尤其安南很多传统民俗跟美食地点，其实也必要介绍给大家知道。那不管是每年的元宵节的土城圣母庙的这个烟火，或者是许多在地的一些寺庙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市草大众庙的市草绿色隧道，其实这边都非常值得大家流连忘返。玩多了也需要吃东西，所以我们安南很多美食也要借这个机会跟美景跟景点这个配合，让大家知道。因此呢，我们特别跟关旅局以及很重要的安南公所，还有许多的寺庙，还有各里办公处一起来介绍这个优质的安南景点跟美食，让大家知道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年推出安南就这样玩，安南就这样吃来让许多的观光客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在地的市民，你可能不知道，安南有一些地方事实上是有荣登米其林入选或者是必比登的因此欢迎大家，不管是被米其林所肯定，或者是被我们隔壁邻居所肯定，安南美食非常多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安南区。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3月17号礼拜3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受到芬风、温差大影响，真侪农民反映，南部的山野产量可能会减一半。立委郭国文甲林俊宪会同农政单位到现场勘查，不过林俊宪跨区关心，引起外界讨论，是不是为了选市长做准备？夏天来食一碗山野冰非常消暑。不过今年的山野受到气候的影响，花况非常的歹。早期有枣花的，那枣花的花况大概有2成，那授粉还不错。那我们后面大概有4成没有开花。那在后面的晚花的目前的情况，还是在授粉当中。有授粉的果粒，有经过高温的焚风的摧残的话，它可能它的招果率都会下降。早花山野结果率大约只有5成，较暗开花的山野树结果的比率嘛无好。立委郭国文肯定正现，
邀集农政单位来到南华、南西用这顶山野主要产地来会勘。有的开花大概就3、4成、2、3成、5成不等都有啦所以从开花率大概可以推估着果率。所以说今天基本上我们是超前部署啦，一来看这一个开花率跟着果率的这个关联性，那在4月下旬的时候来判定是不是有天然灾害的补助。立委提早会勘，就是希望会当将损害降到上低，要求农粮署4月底进前，要完成财损补助确认，同产销通路的规划。不过，能进行跨区会勘，互人好奇是替后一届市长选战做准备。未来式的事情呢，我想就是看当事人怎么表示。但是我必须说，越多立委来关心农业议题，我相信对农民、对农业都是好事情。极端气候，互农民歹应对。不过有立委来关心地方重要农产，嘛是好代志。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2024台南好生活台南食头路第1场就业博览会，将要伫3月30号登场。隆重邀请76间厂商，提供超过3000个工作机会，其中有7成以上的薪水超过3万块。市长黄伟哲鼓励想要找头路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根据统计，台南市的失业率在6都当中相对较低，不过为了协助民众找到理想的头路，嘛互进驻台南的知名大厂会当找到适合的员工，创造双赢。所以市府劳工局持续举办就业媒合，今年第1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3月30号在将伫盛华文康娱乐中心登场。其中邀请想要找头路、换头路的民众把握机会。那总共有3351个工作机会那我相信在这些不管是服务业，或者是技术业的，或者是这个高科技产业，通通应有尽有。所以说很欢迎大家能够来试试看一看。那同时现场也有这个法益的整理，还有履历表的帮你预先的看过履历表。希望给找工作的人他能够知道说现在的社会的这个趋势，也我们要找员工的企业也了解说现在的这个求职者的这个状况，能够媒合双方都有一个最好的保障。第1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市府都来邀请南模科技、通义企业、21世纪生活事业等76间厂商，提供3391个工作机会。而且7成以上的薪水拢超过3万块，同时嘛提供免费接驳车等大型的服务，且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相关的资讯会当联系0663300820。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由美国艺术家波西克发起的红球计划，3月19号将要伫台南登场。经酒店除了举办活动以外，也独家授权，打造主题客房加餐厅，迎接红球来台南。拍开房间会当看到红色的抱枕，眠床顶面是红色的山滩面巾，顶上的画嘛以景点结合红球为创作，予人满满的红球风。内面也阁设计2款小游戏，一个是拿球机，朋友之间会当比赛。理想的红球先倒了，另外一个是甲红色的乒乓倒入去红球现身的在景点内面，相当有卡数。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亲子朋友一起来住的。设计全部都是跟红球有关的，小到玩具啊、赠品都是。然后沙发抱枕也蛮可爱的。客人入住主题房，不仅可以带走红球的周边商品，还可以有专属调饮可以喝。目前询问非常热烈，那目前我们已经接到近10笔的订房。红球计划今年第1摆来到台南，为3月29号开始，连续展出10天的时间，地点嘛拢陆续公布，有接官亭、永乐市场、台南公园、新光大厦未来馆、安平国宝、台南美术馆2馆、和乐广场、新华街夜场、
地客公园以及大南门社。今麦都陆续10个点拢已经公布了啦，这个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很期待，红球是重点，但其实红球所在的环境嘛是重点。登记嘛拄好拄着连假，经营酒店除了主题房之外，也去推出红球餐饮兼地点，同时配合活动举办开幕派对，要来带动一波红球商机。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台南市在地企业港位营造，甲新月地产开发，等下关进一台救护车，予第4大队南科消防队使用。而市长黄伟哲见证之下，举行关进仪式，非常温馨。这台配备先进救护器材新机号，将成为患者到病院进行急救的一大助力。该救护车就是深经台南南科超过40栋的岗位营造，甲新月第3开发，被联合县政府台南市消防局的市长吴永택嘛亲自出席见证，并颁发感谢状，表扬在地企业的善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那一切刚开始就是我们的消防局的各位弟兄跟义消的弟兄，然后这个以及捐赠单位的救护车能够发挥功能，在软体硬体上提供市民这个生命的最佳保障。基本上就是保持了一个企业要会赚钱，更要懂得回馈社会的一个概念。那因为我们也是在南科服务大概近40年，那救护车其实是非常经常使用的一个器具。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尽我们的绵薄之力，然后对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个照顾跟栽培，能够予以回馈跟奉献。政府资源有限，但民间力量无限。这摆企业的回馈所联合关键的救护车，车内拢依照第1线当地的需求设立，就伫南科、新市、善华等消防第4大队的区域来带兵。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今年因为暖冬的关系，影响到高雄大树区玉荷包的开花，刷来又要面对清明节春雨的考验。今年到底有偌济产量，也是要等到清明节以后才会知影。在大树区的路旁，随处可见一棵又一棵的玉荷包树，上头结了一束又一束的花，花上一只又一只的蜜蜂忙着采蜜，希望可以结出一颗又一颗的玉荷包果实。不过今年遇到暖冬的关系，开花率偏低，恐怕会影响结果收成。去年它冬天它冷的时间比较长，冷的也比较冷，所以它开花率多，9成多。那今年气候算比较暖冬，所以它的开花率就像一般6-7成左右。虽然今年是暖冬，但好在遇上了农历年前后的寒流，气温骤降，有助于玉荷包树的开花。虽然比不上去年的9成，但目前6-7成左右的开花率已经算相当不错了。过年那个寒流来，会大概有增加3成左右的开花率。所以本来暖冬更低。本来预估3-4成。虽然寒流帮了大忙，开花率从3-4成大幅攀升到6-7成，不过接下来还会面临考验。清明节前春雨、南风强度都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农民今年的收成能否更好，就只能期待老天爷的眷顾了。因为早果率要到清明节的时候才可以知道早果率是多少。那因为开完花，现在是开花期嘛，到早果这一段时间，第一个就不能有下雨，因为授粉嘛，你如果下雨的话，就粉都掉光了，就没办法去早果。然后也气候这样子算正好，不是很冷，也不是很热，早果率目前来讲应该会多。每年大树区的凤梨文化节都会吸引不少人前来共襄盛举，但今年究竟能有多少的产量，还是得等到清明节过后才会比较明朗。记者庄王佩、庄淑婷高雄报道。针对青年电动机车专案，嘉南市真侪议员反映，民众拢感觉资费伤贵，也是无旧的机车通好换，希望市府会使放松申请的条件。因此，嘉南市政府特别召开记者会做说明。
记者会现场，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特别说明，针对议会对公益电动机车方案的建议，是否从善如流，希望做好基隆近零碳排，并回应民意，把市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优先。这次条件放宽的专案，堪称全台力道最大、最优惠的补助方案，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更有感。我们非常谢谢这次基隆市议会不分党派的议员对于公益青年电动机车计划的关心。那我们也在3月29号会有一个全新的方案出炉，也非常谢谢议会在这一次议会期间，针对我们的月资费还有相关的门槛，都许多的民众也都透过议员表达，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放宽。所以在3月29号之后，我们会有这个具体的放宽的相关的计划。首先呢，我们目前的6个资费方案，我们会全面调降。同时呢，我们还特别提出了2种资费方案，是直接降到0元。换句话说，民众除了车体本身就已经免费之外，他如果选择这个0元的月资费方案，未来他的月资费也都不用再付钱。同时呢，为了鼓励汰旧换新，我们也希望民众这个能够汰换他家里的老旧燃油机车，如果他愿意提供的话，环保局会额外再补助1万块的这一个补助金。那同时呢，这一次我们也放宽了相关的申请年龄，这次议会也都很多都提到了这个部分。我们的申请年龄在基隆市的市民会从20岁到45岁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所以呢，也请大家符合相关资格的申请人，能够在3月29号以后尽快来申请加入我们基隆市电动机车的行列。这次也邀请到出生于基隆八斗子、粉丝超过55万人的新生代 KOL 许悦担任活动代言人。他觉得这次的放宽条件相当有感。对我个人是觉得呢，真是非常的幸运，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因为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所以呢，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一定要赶快去申请。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骑机车上学啊，或者是到各个县市去旅行之类的。那基隆市推出的这个方案，真的非常适合年轻学子们。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也特别强调，很多年轻人反映没有旧车可以汰换，因此这次也放宽了这个部分。我们在过去的计划，我们有一个条件是大家要提供一辆这个老旧的燃油机车，在3月29号之后。无论您家里有没有燃油机车，您都可以来申请电动机车相关的补助方案。但是如果您家里面有一辆燃油机车是可以汰旧换新的，那环保局会额外再补助1万块的汰旧奖励金。如果民众想要知道最新的公益青年电动机车补助详情，可以洽询环保局的服务专线。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真侪人认为，火烧若拄着到，生理就爱闭气，才袂有歹运。不过，汤圆妈祖新选居民却传承妈祖的灌酒仪式。而正月29号，老内为长辈庆祝生日，非常特别。透过镜头，咱做伙来了解。就帮我爸爸年轻的先生灌功，出发喽 ！Hello。挑起扁担，桃园妈祖移民刘美珠和其他姐妹跟女儿们浩浩荡荡挑着10样寿礼来到父亲家，热闹为他庆祝89岁生日。在地民间文史团体唐马书房日前来到八德瑞发社区的桃园妈祖移民刘美珠家中，记录和台湾民间习俗不同的妈祖灌酒仪式。原来妈祖人在农历正月29号当天，只要有亲戚长辈岁数逢酒，就会由女儿准备10样饱含吉祥寓意的礼品，亲自挑担送到长辈家中，并由儿子准备寿宴来接待，共同热闹为长辈祝寿，展现子女孝心。因此，即便移民来到台湾，刘美珠也决心传承这项习俗。她感谢姐妹和女儿们从各地赶来共襄盛举，而当天的寿星也是马祖牛角村末代村长刘全利，看到子女久违齐聚一堂，也感到相当开心，并想起过往在马祖做灌酒的回忆。那我家有6个姐妹。有的住马祖，有的住台湾，好，都很感谢我妹妹们，都很配合，爸爸妈妈也非常的高兴，只是怕我们麻烦，所以一直说不用。可是我们觉得，大89岁，
是一个很好的岁数。我们希望他经由我们给他灌沟，然后呢，抱抱可以活到100多岁。很久没挑了，真的很重，可能明天肩膀会酸，可是很乐意，大家都很乐意。对啊，今天那个人那么多了，都来祝福啊，很开心。村长一定很高兴。然后你看，我们也来看你啊。对呀。那以前在马祖有做过？对。那时候也是不是走很远？啊？走很远吗？走不远，也不一定。不一定。个人的住的地方也不一定啊。其中，作为桃园马祖移民第3代的曹诗颖也分享自己参与的心得，看到透过仪式凝聚起的家族情感，以及长辈的开心笑脸，觉得很感动，也很有意义。因此，先前也拉着另一半和子女，向妈妈学习灌酒仪式来为爸爸做寿，一方面传承马祖原乡文化，一方面也真心向家人献上祝福。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刚开始会这样子觉得，可是当你挑起担子来，或者是说看这个准备的过程之中，会觉得说其实也是蛮感动的，就是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家人这么有心的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自己身为马祖人的后代，怎么可以不参与呢？对，所以其实是觉得蛮有意义，然后也蛮感动的一个活动。对，那实际上我妈妈之前在我爸爸在就是过寿的时候，也有特别跟我们讲这个意涵，对，那希望就是说，真的能够带给长辈，然后就是帮他们尽一点孝心，然后也借由这个活动，然后帮他们祝他们身体健康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是非常的开心能够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当天前来记录的桃马书坊学员，或用纸笔，或用相机，或用录影来记录当天整场仪式。他们也分享自己的观察，认为这和台湾常见的民间习俗要低调度过岁数逢9的生日，以免坏运缠身的想法很不同，反倒是借此凝聚了家族情谊，让他们感到很新奇。希望透过记录分享给更多人认识。我身为一个记录观察者，从旁边看这一个活动，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是一件值得传承的一件事情。所以或许说一个人做反而会觉得怪怪的，然后一群人做反而会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而且又可以凝聚家人之间的一些感情跟情感。然后其实是蛮感动的。这是第一次参加灌酒的活动，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过去，因为我家是闽南人，然后逢酒基本上就是跳过不庆祝，然后看到马祖人对这件事情特别重视，其实还蛮特别的。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大家庭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密，然后感到非常温馨。然后其实这是对我这种小家庭的家族来说，其实是蛮特别的体验，这样子。许多传统习俗随着时代演进已逐渐简化或是消逝，但其实重点并不在繁杂的仪式，而是张罗这些仪式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和意义。比如马祖的灌酒仪式，便是藉由跳蛋献寿礼，让家人有齐聚一堂庆祝的机会。桃马书坊团队也表示，会继续透过 IG 和脸书社团来分享所记录的故事，带更多人看见独特的桃园马祖移民文化观点。记者吕婷台湾报道。感谢您收看3月17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